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客家妇女啊，不仅客情，而且还超级会做菜呢。许薇的妈妈就是这么一个在周哈就是厨房的意思，在周哈里面呢，所有事情呢都非常厉害的。所以呢，妈妈常说我爱呀，你要打 say more， 就说我这个女生哦，底色底煮。底色就是吃的意思，底煮就是不知道怎么煮。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几样客家菜，用说的好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哎呀，这个到客家庄一定要吃这道菜，这叫做文空肉。文空肉，空肉，我觉得很像闽南语说的空吧，是不是安尼讲呢？就是控肉就对了，空肉用3层肉去炖煮，小火慢慢的炖，这可是客家家庭一道常备菜哦。随时随地如果有这个空肉汤就是这个控肉的汤的话呢，淋在白饭上面呢就很简单哦。所以我说了，我妈妈很会做这个控肉汤哦。乃阿妹懂会做呀的控肉汤，就是控肉汤的意思。再来有一个是大家最喜欢的，那就是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怎么说呢？我们不叫做客家西炒，我们不是这样讲，我们说的是炒肉。炒就是大火去炒的这个动作，炒肉。这道菜主要的材料很简单，有鱿鱼干哦，有葱啦，有3层肉啦。客家人啊，以前大部分都住在山上啊，祭祖的时候呢，需要的3牲，好，都会用鸡蛋啦、鸭蛋啦、3层肉啦、鱿鱼干来代替。祭祖之后呢，就把这些东西，然后再加上一把葱切一切，全部放在一起炒，就是炒一炒。还有一个呢，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叫做芎实炒竹虫。芎实就是姜丝，竹虫呢就是猪的大肠，吃过这个了吧？哦，那青蒿色芎实炒竹虫，懂后生哦，那青蒿色炒牛哦，好，这些都是客家非常有名一些菜肴。下次到客家庄用客家菜点点看哦。我是徐薇，爱自珍，下回再聊喽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，